Just Delay， 大家好。前几年因为疫情，已经好几年没回泰国了。前阵子与几位好朋友相约去泰国走走，这一次玩了几个景点，其中一个就是有名的卧佛寺。卧佛寺 Wat Po 是拉玛一世时期改建，自古就是泰国的传统医学中心。泰剧《皇家医生摩罗》里面很多故事背景都是在卧佛寺。卧佛寺内有很多塔，还有拉玛一世王至拉玛四世王建的塔。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殿内超级长的卧佛像，很多游客都会来此参观拍照留念。卧佛寺里设有泰国传统按摩学校，训练专业的按摩师，也有按摩中心让旅客们体验泰式按摩。按摩展览馆有介绍人体的经络、按压的点，以及许多泰国传统按摩相关的资讯。有去卧佛寺的话，可以先到按摩中心领取号码牌，趁着等待的时间到寺内的各个殿参拜礼佛，参观寺内的塔和按摩展示厅，最后再好好的放松，享受舒服的泰式按摩。这一集我们来学按摩相关的藏文。按摩藏语我们可以说顾捏，顾捏，顾有涂抹擦的意思，捏是揉按，顾捏合起来就是按摩。另外口语呢，我们可以说 pur pur dong， pur pur dong， pur 它有搓揉抓痒的那个动作以及压按的意思， pur pur dong 也可以当成按摩。 pur 是现在式和未来式，那它的过去式和祈使句是 pur。 另外按压我们可以说 nun， 那它的过去式和未来式是同一个字，是 nan， 祈使句是 nun。 大力力道重我们可以说 shu， 牵拨， shu 是力气力量的意思，牵拨是大，所以 shu 牵拨就是大力的意思。所以一个人他很有力气，力气很大，我们可以说空 shu 牵拨度，空 shu 牵拨度，空是他，shu 牵拨是大力，度是在有，所以空 shu 牵拨度意思就是说他的力气很大，他有很大的力气。那相反的力道小，小力我们可以说 shu 冲冲， shu 冲冲， shu 是力气，冲冲是小的意思， shu 冲冲就是力道小，小力的意思。所以当你在按摩的时候，如果力道太重，你想要请它轻一点，我们可以说 shu 冲脏 nun ro， shu 冲脏 nun ro， shu 是力气，冲是小，脏在这边是稍微一点的意思， nun 是按压， ro 是请做什么事情，拜托人家帮忙的意思，所以 shu 冲赞 nun ro 就是请按小力一点。那如果它的力道太轻，你想要请它加重力气按大力一点，我们可以说 shu 切赞 nun ro， shu 切赞 nun ro。 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顾捏，顾捏 pur pur dong， pur pur dong， 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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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
nun nun nan nan nun nun 树牵波树牵波树冲冲树冲冲树切脏嫩肉树切脏嫩肉树冲脏嫩肉树冲脏嫩肉泰国有很多很棒的按摩店，有很多种按摩以及时长可以选择，大家可以多多尝试，挑选自己喜欢的按摩。在泰国按摩有给小费的习惯，一般的按摩师薪水不高，按摩也是辛苦的体力活。若您的按摩师服务不错，请别吝啬给予小费。此外，给小费时请给纸钞，不要给硬币。理解当地的习俗文化，尊重服务我们的人，让双方都开心。祝福大家去泰国玩的时候能有舒服的体验，留下美好的回忆。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萨瓦迪卡。